各位有平安。咱小等聚会时间要到啊！我想大家拢知，今日后礼拜一是啥物节？父亲节。所以咱伫今日第二礼拜内面，要特别为着父亲节，咱要来做感恩。所以小等来讲道完有一个回应诗，这条歌的歌名叫做《爸爸，请你听我讲》。咱可能毋捌听过，到拄我唱的阵，感觉真好听。所以咱即马请咱的诗琴帮我们先奏一次，我们听一下这个旋律，吼。那现在让对我做来唱一届。你为辛苦的老婆，拢是为着我。爸爸，你讲，在你的世界，敢有幸福甲快乐？爸爸，听我讲，你是我心目中你是我心中伟大的爸爸。好，来，大家对我来唱，我卖第一届唱吼，无要紧，但是我想在咱的心，感谢咱爸爸的心，用这条歌来唱出来。好，来做伙来唱吼。靠你的爱，你有啥物？想要去日本，也是要去台湾，也是去纽约。一天一天的过，爸爸你有要啥物？对你每日想，日头汗，拢是为着我。爸爸，请你甲我讲，你的世界敢有幸福甲快乐？爸爸，请你听我讲，你是我心中最伟大的爸爸。你是心目中最伟大的爸爸。来，过来一届好不好？从来拢毋捌想过，爸爸你有要啥物？想要去日本，也是有台湾，也是去纽约。一天一天的过，爸爸你有要啥物？你每日辛苦，你每日流汗，拢是为着我。爸爸，你甲我讲，你的世界敢有幸福甲快乐？爸爸，请你听我讲，你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爸爸。你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爸爸。咱搁一届，咱有够熟啊吼，小可有熟啊吼，无要紧，唱对唱唔对，我想拢毋是真重要的。真重要的是，敢若这条歌词内面讲的，咱要来咱爸爸感谢的心，要来咱对爸爸，迄个可能有的人的爸爸即马可能无伫遮，伫天顶啊，咱嘛是这份想要讲的。若是伊会当留伫的时阵，咱要毋知影要来问讲，爸爸你想要去倒位？咱
咱的爸爸为着咱一生，为着咱的学业，为咱的生活在艰苦。今日父亲节，我想毋是干那每一年咱要过一届父亲节尔，咱随时要对咱的爸爸，包含咱天顶的天父，咱要感谢伊，伊照顾咱一生。咱过来唱一届好无？爸爸，请你听我讲。我倒来拢捌想过，爸爸你有要啥物？想要去日本，也是有台湾，也是去纽约。日子一天一天地过，爸爸你有要啥物？年为日辛苦，年日流汗，拢是为着我。爸爸，请你甲我讲，伫你的世界敢有幸福甲快乐？爸爸，请你甲我讲，你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爸爸。你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爸爸。这是请咱同心来敬拜上帝，请走啊，袂倒。领着乌罗摇花，我的心啊，领着乌罗摇花。我一生要乌罗摇花，我要的是要唱歌乌罗我的上帝。这是请咱同心来念上帝十条诫，来告白咱的信仰。第一诫，除了我以外，你毋通有别个上帝。第二诫，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，无论天顶、地上、地下水所有的物，拢毋通做伊的像，毋通敬拜伊，也毋通服侍伊。
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断断毋容有我即别个上帝批判我。我用我跪伫伊的罪，对爸到囝到3、4代，听我受我诫命者，我是阮互伊直到千代。第3届，毋通灿烂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，因为灿烂称伊的名的人，耶和华的确无掠伊做无罪。第4届，就记着受伊的罪行，6日来种着磨，做你一切的工，独第7日，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的安息。即日你的囝查某，亲像甲一直踮伫你中间的厝外人，一切工拢毋通做，因为6日来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彼此中间的万物。第7日就煞，我赐予安息日，设立伊做神。第5届，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的地久着久长。第6届，毋通害死人。第7届，毋通强奸第8届，毋通偷窃。第9届，毋通做假的干净，陷害你的厝边。第10届，毋通贪你的厝边的厝，也毋通贪你厝边的某、女仆、女婢、驴，以及你厝边一切所有的。以上，即时请大家三角来祈祷，听咱的阿爸爸上帝，你是创造天地主宰，也是全能永活的上帝。即马有足侪国家会政地不安，加上疫情无法度控制，我的心情惊吓不安。但是阮深信靠你的人，你要引带甲保护阮。阮伫这圣的主日，大家要做伙伫你的圣殿，要吟诗阿罗来感谢你，恳求圣神降临阮的中间，开阮的心门，互阮专心虔诚来敬拜。主啊，即马的疫情全世界扩散非常严重，死亡足侪人。请主会使赦免阮人伫地面上的罪，求你怜悯阮，除去遮的病毒对咱的伤害。全能的爸，求你怜悯阮，救阮脱离遮罪的头棒。伫你的疼内面，阮有毋茫，无阮生活中拄着忧伤、痛苦、流目屎的事，你拢用你的话来安慰阮，互阮有力量，无惊吓。阮要伫遮记着你的话伫阮的心中，真侪阮生活中随时的帮助。教会中若是有身体欠安、行动不便、已病的人，求主医治伊，互因得到健康。若有出外出国，求主赐予因平安。则嘛要为着教会的种子甲事工来祈祷，求主赐因有智慧甲力量来互主用。也为着教会会使行做一个有见证、恩典满满的活命教会，伫社区中来荣耀上帝。最后吧，阮要为这国家来代祷，求使阮国家的执政者甲官员有够业的能力来处理这疫情，阁有中国这两岸的关系问题。即时，愿主的圣灵降临阮的中间，互你的话会使透过蔡长老的喙。互听的、甲讲的，拢会使得到利益。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今天是父亲节，我们的主日学小朋友不光是等一下会有祝父亲节的献唱以外，他们也特别录制了一段影片，除了感谢他们自己的父母亲以外，也要祝全天下的父母亲爸爸节快乐！我们今天来看他们这个短片。叫什么名字？史恩，3年级。史恩，今年8岁。李博源，叫洪信恩，2年级。3年级了。我叫廖仁，好安心。少年米。曹卫琴。你知道什么是父亲节吗？知道，跟母亲节一样写一下卡片，只是不会给花了。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唐轩里。在家里用电脑赚钱。海运。
现在出差的。爸爸的工作就是我不知道。因为开救护车啊，CPR 怎样？那爸爸在家里的时候都在干嘛？都在管我们呢。有看电视一些的，用一些电脑的资料，躺在床上划手机。做家事。在家里，你爸爸比较凶还是你妈妈？应该是我妈他生气的时候才凶。都很凶啊。爸爸凶的时候会长什么样子？你爸爸平常喜欢吃什么东西？好像论姐姐好了，加糖布丁，意大利面吧。豆腐。热色食物。你最喜欢爸爸跟你一起做什么事情？我玩扑克牌。出去别的地方玩，像那个台中乐高，因为乐高我们才4岁，爸爸就教我们拼7岁的。看电视。你觉得爸爸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最帅？不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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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知道。不知道。睡觉的。父亲节的话，你要送什么东西给你爸爸？还在想呢。卡片的一个拥抱。爸爸节你觉得要对爸爸说什么？写在卡片里，可是我忘记我讲啥了。父亲节快乐。父亲节快乐。父亲节快乐啊！父亲节快乐。父亲节快乐。父亲节快乐。你觉得你做什么事情爸爸会生气？刚刚不是讲过了吗？哦，刚刚讲过了。我跟爸爸说，你滑手机太懒惰，因为他平常只是在滑手机。父亲节快乐。此时我们要有我们的主日学，今天他为父亲节，他们要来献唱的歌曲是《我是主宰》。
啊，即时吼会使请爸爸吼，拢会使家己徛开吼。啊，这囡仔吼要送大家父亲哦，父亲节一个小礼物哦。啊，爸爸会使徛开，莫歹势，嘿嘿，嘿。哦，爸爸拢徛开吼，莫歹势。啊，有摕到会使先坐落吼，安尼囡仔才知影讲谁还未摕到。哦，摕到会使先坐落吼。啊，若是有人还未摕到吼，咱住的以后吼，我们会阁报互恁吼。好，即是咱来看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第15章第21节到第22节。我来念，囝着甲伊讲：阿爸啊，我有得罪天，甲伫你的面前，打了后，毋通得叫做你的囝。第22节，若是老爸对伊遐的老婆讲，紧紧遐上好的衫来互伊穿，搁互伊挂手指，煞甲伊穿话。以上，即是要请蔡长老来分享。题目是：爸爸，请你听我讲。向咱大家来祈祷，满怀主万心上帝万心感谢你。今天是爸爸节，祝天下所有的爸爸们在神你的面前都蒙您的祝福。也祝福到阿爸父神，我们今天能够到你的面前来一起聚会，求主你的灵降临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的聚会得到主您的悦纳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亲爱的弟兄平安，亲爱的兄弟姐妹平安，请隔壁讲爸爸节快乐。我告诉你哈，你们没有拿到的哈，等一下我可以代价而沽，可以拍卖给你们。很难得爸爸节。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心灵都非常快乐。我们也看到文光带他的女儿跟那个儿子过来哈，我们觉得给你多少我干嘛哈，我们觉得很高兴。那看到各位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都每一个人的心脏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都感觉非常欢喜。因为今天是爸爸节，今天嘛是阮太太离家出走的日子。我太太离家出走。会在行李款款的，就出去啊！因为阮场咧艰苦，伊要去告反场，要受紧张吼。即日北医，因为迄个外劳，阮场手法惊，已经2日啦，尾也我到，阮太太决定讲，报我看看来讲，来，伊即个 PC 啊，即伫遐咧等啊，咧等 PC 啊，所以讲应该有看咱咧做礼拜吼。伊伫遐咧 PC 啊讲爱6点钟到8点钟爱足久的 PC 了，伊要去换看咯，去告反场。人到一定的年岁，咱做爸爸的人，咱有看到无？细汉的时阵，爸爸是伟人，爸爸好厉害哦。然后慢慢爸爸愈来愈含慢呢。爸爸电脑都袂晓用啦。我咧讲说，爸爸听拢无啦。爸爸愈来地位愈低。较早爸爸有权威呢。这爸爸拢想要，爸爸都想当孩子的朋友，朋友当不成，爸爸现在只扮演一个角色。叫做提款机，所以爸爸，今天我拿到这个饼干的时候，最起码突然想到说，我会当爸爸了，就会当很久了。刚才我看到抱一个小孩子，很漂亮，很可爱，我心里上不服气，我明年也要生一个。有人要把我抬牛做回来，咱底下再讲，你要替我带囡仔，我可不可以第一张了？安尼好不好？好。
所以我们每次看到这些小孩子，这些小天使们，我一直觉得说，我们教会真的是他们最重要。小孩子这些主日学的老师，能够教这些主日学的小孩，对我们教会来讲，这是多大的福气呀！我们看到主日学的小朋友们，就知道说这个教会是上帝所喜爱的教会，他们才真正是宝贝。上帝不重视我没关系，可是看这些小孩很漂亮哎。今天我看我们的佑利站在后面他知道他今天要跟他爸爸坐在一起，有特别把头发稍微梳一下，对不对？你以为我没看到？我有看到。等一下你要给你爸爸看一下，我头发特别稍微梳一下。我们每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知道，爸爸的角色是什么？爸爸的角色是什么？姚丁呢有 po 一个朱自清的背影，有没有？这个礼拜有 po 一个文章。我们从小都看到朱自清的背影，看到什么？朱自清他是个文学的天才，他的爸爸在他的心目中，你爸爸你的心目中好像什么都不会啊。送他到火车站，给他买一个柑仔，买个橘子，他连面要背那个火车头的月台轨，就去捞伊，他说动作很笨拙，这叫爸爸啊，爸爸动作就很笨拙啊。可是爸爸就是他就是一个心呐，橘子不贵啊，他就看他的父亲那个背影，买了橘子，送坐火车，那个就是爸爸啊。爸爸在我的心目中到底是什么扮演什么角色？是不是提款机？爸爸扮演是替你做作业，爸爸扮演是什么？你要挥之去来，有什么东西你就扮演爸爸，还是爸爸留下什么财产给你？爸爸扮演什么？我们今天讲的故事，在路加福音15章讲的3个故事。第二个故事讲说100只羊迷失了1只，那个主人千方百计去找那一只迷羊。第二个故事讲什么？一个寡妇有10文钱，丢掉1枚，他就千辛万苦去找那1枚。第3个故事在路加福音15章第11节到33节，告诉我们什么？浪子回头的故事。这故事是世界公认最佳的短篇小说，剧情紧张，张力十足，每个角色的扮演都非常的突出。爸爸的角色，大儿子的角色，二儿子的角色，整个社会的缩影。耶稣讲的现在还适用不适用？现在还适用，那是多美丽的一件事情！而且我们第一次，我们只念2节的圣经节，我们只念第15章的21跟22，可是我们的进去是背什么？15章的22跟24。其实15章从11节到33节都值得我们再重复去看。你扮演的爸爸的角色啦，你扮演是大儿子的角色。当然，我们说这里的主角是二儿子。我是老二哈，好像在讲我迷途的羔羊，浪子回头的故事。浪子回头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浪子回头把他爸爸，我要分财产，财产分给我。哇，这么多财产，吃喝嫖赌啊，把财产花光了啊。那之后碰到饥荒，就去跟人家做什么？养猪啊，肚子好饿。猪吃的东西，他跟他抢抢猪啊，家的物件抢猪吃的东西。我拢该多抢的时阵，他讲：“哎，我爸爸家里有好多姑公，我爸爸多有钱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爸爸，我要去跟他忏悔。我说我不配当你的儿子，我只要给我工作有得吃就好。”我们看到这一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什么？你的父亲到底讲话你有没有在听啊？我们今天讲过老师在讲的，你有在听无啦？牧师在讲道，长在讲道，你有在听无？上帝讲的话，你有在听无？他告诉你们什么？他告诉你们，有一天，当你们失去了，失而复得，那是多美好的一件事情。儿女管教重要不重要？重要。现在我们经常管教儿女，这样做什么动作？卖个讲啊啦，爸爸卖个讲啊啦，
你要认真念书啦，不要像爸爸这样没有用啦。你看，只当一个恶趣味啦。你要认真念书啊！你看隔壁，隔壁的阿成啊，你要看读册读到偌高，隔壁什么人，爸爸卖个讲啊啦，我会吵死。有没有觉得爸爸有时候讲话你真的是不喜欢听呢？妈妈最起码比较温柔，所以你看我们庆祝母亲节，大家都好温馨。可庆祝爸爸节哦，其实爸爸实在没什么好庆祝。我的爸爸冷冰冰的，也不会跟我讲笑话。我爸爸看我，喜欢当我朋友，我们两个又不同。他一直要把我当朋友，可是我觉得他不像我朋友。我的朋友跟我在一起多快乐，我跟我爸爸在一起多悲扭。但是有好处啦，没有钱手伸出去他会拿给我。但相对我们爸爸的角色，我们子女怎么去管教我们的小孩啦？这就告诉我们什么？教养小孩，使他当走当行的路啊，到老也不偏离。今天我们主日学的学生啊，从小在主日学长大。有一天啊，他遇到困难、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他知道上帝在他的身边。那到老他都会偏离，因为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儿女不是我们自己独占有的。而是上帝给我们的宝贝。我相信在座各位当父母的，做爸母的人，你都会觉得看到你的后生查某囝你的心疼呢。你讲爸爸妈妈不管你，不会啦，爸爸妈妈看到你，其实心都在痛。你只要稍微感冒，你做了一件事情不对，你做了不好的事情，你心理上不舒服，身体不舒服，你的爸爸妈妈都是心痛有时候他没有讲，可是他的心是痛的那是我们的产业，可是那个产业是最宝贵的产业，耶和华赐福给你，它是最宝贵的产业。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什么？不要惹我们当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生气。你说那我这个心不是哈，所以不要惹儿女的生气。后面有一句话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，也就是说，不是完全的放纵他们，完全的宠他们，而是用主的话语来教导他们。不要生气。我恁老爸我咧讲的，你无要听，都包落，我都唔听。很多冲突是这样来的。你要跟他讲，用上帝的话语跟他讲，让他知道说上帝话语是什么。你在生气的时候，你要忍下来。你想当初我怎么样？各位千万不要想当初当初我女儿在买乔丹。那个时候有出那个什么乔丹第几代，哇！有一天我的女儿念辅仁大学，她突然打电话说：“爸爸，我要回家。”我听到我女儿要回家，当然高兴啊。她说到这核心的，以前有核心可以到台南火车站，我大概4、5点才会到。说为什么那么晚？为什么不早一点回来？爸爸，你有没有时间接我了？我说当然有。我宁愿回来说真的，半天不睡，我要去接她。为什么4、5点？我那是大概5点到了，5点到，爸爸你5点来火车站接我。我说好，5点去接他。为什么？火车站前面是我民生绿园，台南民生绿园那里有一家运动鞋厂商，他要去排队买那Jordan的第15代，那个鞋那么大，我女儿根本穿不下，同学都去买，台北都没有了。台南去排队，搞不好还有，所以他就去买。我就开一辆车在民生店在那边等他去排队，排到6点半开门。我在那边已经等了1个半小时内，6点半开门，他还是排在40几号等到7点多，将近8点，终于买到鞋子。然后买到鞋子，在车上我就一直跟我女儿讲。你爸爸当初念书多辛苦我念大学的时候，你看我几乎全部都在半工半读，我多辛苦存钱娶你妈妈，做那个订婚的礼金，我们从来不能想到要去买什么好的靴子，从来不想到。讲了老半天，我女儿回过头跟我讲一句话：爸爸，我觉得我女儿应该很感动爸爸讲了那么多，应该很感动。我女儿看着我，爸爸，时代不同了啦。当然时代不同啊！你跟他讲以前做什么，你跟他讲以前，他根本没办法体会啊。因为我们管教的事情，耶和华经过历练以后有一天
他就会得到他的满足啊。所以我们讲说，我们用信仰来管教，最不好的管教有3种。第一种是打骂，你不听话，细我老爸嘛想那个拍，你不听话哟，砰你就扇落去。没听不？要不要听？不听哦，再一次，听不听？他当然说听，听那个是假的，他绝对不会听。第二种方式是什么？啰嗦啊，认真一点念书啦！你看隔壁阿成的念书多好啊，你要多念书念书啦。念书小时候爸爸念书啊，有时候那时候我没有灯光啊，我都拿着一本书啊，在这个路灯底下念书。我念书多认真啊，我念书多好啦！啰里啰嗦。第3种最可怕是什么？溺爱。那台语有一句话讲啥？性低压造，性囝不好。对小孩子极般的宠爱啊！各位在座的有做小孩子的，有的国中生，有的那个高中生一定讲说，大学生一定讲说，爸爸宠爱我是应该的，宠爱你是不应该的。给你适当的管教，但是不能宠爱，因为宠爱的话，很容易造成什么？你一个很大的失误。所以刚才有讲说什么？这里是耶和华的产业啊！你所怀的胎是上帝给你的赏赐啊！你看到没有？只要你2个新婚夫妻，只要听到说，我好像有了，真的，哎呦，怀孕期间什么都不要做，你给我好好做着就好，多宝贝啊！你想看当初的耶和华赏赐给你的多宝贝，所以你要教养的孩子，让他到老都不偏离呀。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？现在整个社会里面，孝顺好像不见了呢。看到的是什么？动不动，上次一个轮胎行有没有？爸爸说50万给他做生意，他要去抓那个抓娃娃机，他说50万不够，心里不舒服，就换我烧轮胎。4个妈妈都死掉，整个家是8火死掉。为了爸爸钱给他，他不满足，放火烧他的家庭。我们所看到的什么？我们有所看到的久病无孝子，他的爸爸躺在床上躺太久以后，要尿尿失禁了，就把他尿出去，他的儿子还打他。放油放晒我在讲，我被用落。我们所看到的是等等的有很多这些子女们，有很多把财产分给子女以后，每个人都不见了。尤其有一个人，他说他的儿子里面，子女们都念博士，让他念完博士之后，留下他81岁的妈妈在台湾，没有人照顾，财产子女们都已经拿走了。我们要留给他做什么？所以我们管教属灵要依其适性管教。什么叫做依其适性管教？你看到那个儿子回来，他跟他讲：“爸爸，他的那个大儿子听到有喧哗的声音，就问仆人说：什么事情啊？他说：你的弟弟回家了，你的爸爸吩咐人家抬那个上肥的牛肝啊，杀那个最肥的牛犊啊。”然后给他大大请客啊，大大欢迎啊！他的儿子很不服气，这什么东西？我一辈子战战兢兢跟着我父亲，我一辈子在劳作，我安分守己。我爸爸连杀一只羊给我的朋友吃都没有，我的弟弟花天酒地把财产败光了，回来我爸爸竟然宰那个最肥的肥犊牛犊给他吃，在上面这个啊，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我们有什么心里会什么不平啊。我们所看到那些豪门的家庭，为了分财产，差几亿在那边吵翻天。我们如果差几千万，吵翻天都已经不得了。他们差几亿，为了几十亿，为了几百亿，在那边吵翻天。一点都不值得啊！我们有没有看到大儿子是很孝顺哦，又很尊重父亲的话？你觉得大儿子好不好？很好啊！你们都不敢讲话，大儿子好不好？好嘛！就像你们每个礼拜都来做礼拜，真的很尊敬上帝，好啊！但是有一点大儿子还是有一点是人性最不好的地方是什么？爱计较。
有时候我们会计较呢。上帝啊，我真的很认真跟你做礼拜呢，我礼拜从来不缺席的。上帝，我礼拜从来不缺席，那怎么我的儿子考试考得那么烂？做礼拜是跟上帝谈条件。上帝啊，我礼拜都很认真做礼拜，结果你怎么我儿子这么长得这么大，怎么娶不到媳妇，怎么嫁不到先生啊？嫁不出去，娶不回来。而上帝，你有公平不公平？上帝一定想说：哦，原来你做礼拜是为了有求于我，有目的哦，有目的做礼拜是对吗？不对嘛。所以我们相对的，儿子很孝顺没有错，但是有一点爱计较，而且第二点爱怎么样？排斥。为什么我找唔到？应该大家啦吼，大家就较够专心。我都不要断，什么原因？但我但是爱计较啊，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会计较呢。同样在教会里面奇怪，他那个又不，那这个教会某某人啊，他又没有信仰比我更好啊，那我为什么他家庭祝福比我更大啊？那个谁又没有比我更好？那为什么祝福更大？哦，那个明年还事业愈做愈大，这不公平啊！上帝啊，这不公平啊！上帝，我对你最好，你应该给我最好的。跟他有百有波比，我们基督教不是靠有百有波比，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在我们心理上的虔诚。我们基督教信仰是真的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蒙上帝的恩典，上帝会看你每一个人的需要给你，对不对 ，Peter？ 所以看你 Peter 做的地方都是最亮的地方。所以相对的，我们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不要像那个法利赛人跟那个税吏，甚至告诉我们法利赛人呢，哇！上帝啊，我最虔诚啊，我最爱你啊！上帝啊，你看我每日今日，我每一个礼拜73次啊，我的奉献都是最多啊！上帝，我是多么有信仰的人！结果看到那个税吏啊，偷偷摸摸走到旁边，我是个罪人，哦不对，我的奉献是不好的，上帝请你原谅，上帝请你原谅我。上帝要的是心态。我们在教我们的子女里面，要对他讲说心态。所以他的爸爸对他的大儿子讲什么话，你忘了吗？你每天在做礼拜没错，可是你忘记我是经常跟你在一起耶，我的就是你的耶，你又得到最大的福气耶。啊，你这个弟弟哦，是不见得失而复得耶。就像那个绵羊一样，你把它找回来，那是很高兴的事情呢，是加分呢。我们教会要记得，我们要加分，而不是减分。我们教会那个绵羊，你把它找回来是应该高兴哎，所以这是爱跟接纳。教会如果没有爱，如果没有接纳，那个叫做 club， 不叫教会。我们要真的要教会。就爸爸向你听吗？我们当爸爸的人，等一下我要唱这首歌。这首歌不风行，正面他的歌很多，特别稳定几家大，大家拢最好唱的。这首歌流行袂起来，是安怎呢？无好唱，啊，干爸爸这一当唱呢。总是这首歌里面，每次我唱这首歌，我都很感动，因为我的爸爸不在了。我的爸爸经常会来跟我谈天。我在想说，昨天晚上我爸爸应该会来跟我谈天，结果昨天做了好多梦，我爸爸没有来。我不晓得我爸爸为什么没来跟我谈天，因为我爸爸经常来跟我谈天，都要谈到说：“哎，爸爸，你不是过世的吗？”他才会走开。昨天没有，但是我现在想说，我们的阿爸父神也一样，我们经常跟他在祷告的时候是跟他开药单。阿爸父神跟我们谈天的时候，我们有跟他在谈天吗？我们有时候有跟我们父亲在讲话的时候，有没有真正讲话，让我们父亲听得进去？爸爸啊的鬼啊！我当下甚至什么事情都不跟爸爸讲，我跟爸爸讲也没有用，爸爸也不听我讲的。我们经常用我们的意思来讲，所以那个儿子讲什么？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地啊！爸爸，我不配做你的儿子。那是小儿子这样讲哎。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我只要做那个雇工就好。可见
平常他的爸爸就有将圣经的道理在教导他的儿子，所以他的儿子知道说他回来，爸爸也是一样用爱在包容他。如果你平常没有让他知道说你永远有对他包容接纳的爱，有一天他走迷途以后就回不来了，他根本不回来。他回来以为会被你打，会被你骂，你会对他很凶，你对他不好。结果他知道说他爸爸是慈爱的父亲，他又回来，所以他纵然做了这么多不好的事情，他情愿回来。回来的时候，所以爸爸前条公公上面，路加福音第4章第21节，儿子说：“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”这个人认罪悔改是多么重要的事情！你讲我爸爸，我得罪了天，我得罪了你呀、然后对答以后，我不会堪去做你的囝啦，我做你的故工就好啦。总是你看老爸安怎？哎呦，足欢喜的！你别讲安尼，老师甲揽起来，因后生是哪个利落，伊嘛是甲揽起来。老爸甲迄个某记哩，摕上好的衫来，下上好的衫来，拿最好的衣服来，然后做什么？他手上的戒指立刻拔下来，给你戴最好的戒指，然后你看你的赤脚，赶快给他穿最好的鞋。爸爸对他是用最好的待遇耶。儿子觉得说，我才不值得哎，所以这可见这个儿子有信仰哎。爸爸从小给他信仰，他知道他要改过，要认罪悔改。然后他回来是跟爸爸讲说：“我不配当你的儿子，我做个故宫就好。”爸爸说：“不对，卢布赶快拿最好的衣服来，拿最好的，我给他穿最好的戒指，拿最好的鞋子来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上帝对你们也一样。我再强调一次，现在弟兄姐妹们，上帝对你们都一样。只有你回到他的面前来，他会给你穿最好的衣服，给你戴最好的戒指，给你穿最好的鞋子。阿们。我们真的要记住，上帝给我们都是一定是最好的。你不要忘记那种回头，那4章14节说，儿子说：“为什么我没有这种待遇？”大儿子说：“爸爸说你不要忘掉，他是死而复活，失落而复得。死都搁再得到诶，死去搁再得到，那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。你有了，你再有这个儿子，这不是加分呢？我们看到每一个人来在我们教会的人，不要忘记，他是加分呢，不是加零哈。现在大家都注重加零，是加分。反正加零加分，现在大家都是很熟的名字。我们都要知道，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件事情。而且是上帝所赐的产业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。爸爸要自己听你讲。有一个人是个大企业家的儿子，他的爸爸的企业做得非常大，所以他是一个富二代。他经常旁边有一群活群鼓党，有一些朋友们一天到晚上唱歌啊，他做老大啊，然后去续摊啊，吃饭啊。突然金融风暴来，爸爸的生意失败了。突然一夕之间，家里也拍卖了，爸爸他们就去租一个房子。他的妈妈也是富家的小姐，嫁妆很多。他的妈妈说：“反正你财产几乎都被卖光了，我跟你在一起是吃苦，我们2个离婚吧。”他的爸爸也不讲话，好吧，离婚，女儿我带走。儿子你养，好。儿子很不服气耶，我妈妈还有一些钱呢，我跟我爸爸做什么？跟爸讲爸，你过来要安怎？我来洗计程车，开计程车。你开计程车有钱通我开不？放心，我每天都一定会摆一些钱让你去花。讲有条。你一定要钱给我花哦，我是老大呢。好了，好，爸爸会赚钱给你花。儿子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多钱，可是他每天早上他都没有看到他爸爸，可是他会看到他爸爸，因为他爸爸一大早就出去开计程车，爸爸都会换一些钱给他，但他还是一样可以花钱，虽然不像以前那么戳阔。然后到晚上很晚的时候，他回来，每天去跟朋友喝酒，去朋友玩，唱 KTV 回来，他爸爸还没回来，他也不以为意。
反正有钱花就好。而且很奇怪，每次只要学期一到，他爸爸就会多一笔钱给他。他说：“他现在我这个老的吼，他我去阿达，我读高中的已经读第4档啊，普通人3档毕业，我读4档啊。可他爸爸照常都不讲话，他几乎没有再跟他爸爸讲话了，因为他回来他爸爸也不在啊，他起床他爸爸也不在啊，所以他们父子几乎没有再讲话了。反正我有钱花就好。有一天晚上，他跟朋友里面哇去那边喝酒，喝得我已经喝了不少。那朋友说：走，结果王大要请咱来耍摊，好，这边 KTV 偌好，拄偌好，所以他们就包一辆计程车，拦一辆计程车拦下来，坐上去以后，他突然看到那个计程车司机是他爸爸，他爸爸看到他头立刻低下来，爸爸不敢跟他相认，他就一直看着他，他突然发现他的爸爸头啊，好久没有看他的爸爸头啊，怎么那么白？好苍老哦，身体屈着身体。刚开门讲，你要去对？就去头前遐，我要去倒一个 KTV 啊。那个儿子起来跟他朋友讲说：“我身躯不爽快，我身体不舒服，我不参加了。”他这个儿童就下车，就听到一句话：“我知道你今晚没钱啊啦，我知道你现在钱比较少啦，你不去也没关系啦。”他儿子就下计程车，在计程车上，他就看他爸爸载他的朋友们去上 KTV， 他一直看那辆计程车。我爸爸怎么老了那么多？爸爸怎么全部都是白头发了？我爸爸怎么变成那么苍老？他的身体怎么会？他在一边走路，他也没有坐公车，慢慢走，走到家里的时候，他想说要跟他爸爸讲一句：“爸爸，对不起。”可他爸爸还没回来呀。他在想说：“我爸爸到底每天开车开多久啊？”好了，先睡觉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仍然有换钱，换了一些钱要给他花。把钱拿着，到学校以后，他不再讲话。他跟他朋友讲：“你们自己去唱歌好了，晚上我不去了。”他朋友说：“怪胎，没钱都没钱，叫大班。”然后他开始都不太讲话，开始念书。高工那是一个不怎么好的学校。老师突然发觉到说：“他的成绩怎么开始在进步？”有一天就叫他到办公室来，老师问他：“你现在成绩不错，你有什么打算？”他说：“我想去念夜间部大学，我要念博士。”我说：“好。”就跟几个老师商量，以后下课以后就到办公室来，几个老师轮流就教他，他非常认真。虽然他程度不好，他几乎从高一开始念，一直念，可是每次回家还是没看到他爸爸。他没有跟他爸爸讲这些事情。每天早上起来就是有一些钱放在桌上，他把钱默默的就记在银行。他半工半读考上台大夜间部，白天上班，白天去打工，晚上去念书。4年大学之后，他又去考台大自动机械研究所，考到第1名。他接到了成绩单以后，学校说：“这么好的成绩，我们学校要好好来表扬，你能不能找你的爸爸一起来？这个是多么光彩的事情！我们学校从来没有人念大学，何况是台大自动机械的榜首。”他打电话起来，他爸爸还在开车。爸，什么事？你欠钱是哦？有来会早我都给你坑钱呢。爸，你听我讲。是无够少，不要紧啦，偌济钱你讲啦，爸爸会绝对欠啦。爸爸，你车子能帮我停在旁边好吗？什么代志少？你只有载人客无？无啦，你停到边仔会使袂？听爸爸，你听我讲爸爸你注意听什么代志啦？爸爸，我考掉呆自动机械研究所第1名榜首，
你讲啥？你去讲一遍，爸爸，你注意听吼。我考掉台大自动机械研究所的榜首。你台大课条跟你说，其实4年来，我是去念台大夜间部，白天我去打工，我已经存了一笔钱。你给我的钱，我全部都存下来。爸爸，不要开计程车了，好不好？我们钱够用了。以后我毕业也会养你，不要开计程车了，好不好？明天学校要举行颁奖典礼，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出席？因为被给你下停底下，马上开始练落来。这咁阮囝，这咁阮囝，马上你练，讲袂出任何一句话。亲爱的兄弟姐妹，如果你浪子回头，上帝都是最宝贵的。所以爸爸，请你听我讲，请你听我讲，咱先坐咧，咱来去一遍。我心目中上伟大的爸爸。现在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赐给我们每个人有一个父亲，他虽然很静默，但有时候不苟言笑，可是我们知道他是最爱我们的，就像阿爸父神爱我们一样。他每天工作，每天流汗，每天做的那么累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我们。求你让我们有一颗爱父亲、爱母亲的心，
让我们知道他为我们这个家庭的付出是多么的伟大。愿全天下的爸爸都得到上帝您的祝福。我们站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坐。现在请你旁边如果有爸爸的人，你跟他抱一下，说一下：“爸爸，父亲节快乐！父亲节快乐！”就大家爸爸吼，父亲节快乐吼！这时，请大家准备心来奉献，来回应上帝的听。请起立来献奉献诗。请坐。这是我来报告，要搁报告的进前，请大家坐声来念本周的台语甲华语，搁有使徒信书的经句吼，拢读一摆。咱为台语的经句，今日个台语的经句来开始念哦。若是老爸对伊遐个老母讲，紧去遐上好的衫，甲伊穿，搁甲伊挂手指。煞甲伊穿话，也看遐肥的牛来抬，咱食来欢喜，因为我即个囝死有搁活，死了有搁得着，因着三甲欢喜。路加福音15章22到24章。再来谈华语的部分，不劳而得之财必有消耗，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。我再看。使徒信书的部分有两节哦。第一节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哥林多后书5章1节。第二小节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胜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加拉太书第5章22节。来看周报部分哈。后主日的顺序名单，请大家参考。若是有后主日要顺者，请准备心。本周的动态甲下骹的奉献报告请大家家己看。奉献部分若是有处理，
会使向我本人还是用会计来反映。我来看消息的报告，我重点来读吼。首先，阮今日有一个新的来宾吼，叫张玉珍姐妹吼，咱大家欢迎她哦。伊所属的教会是长春教会吼，是陈宝柳的亲友吼，小等会使聚会以后吼，大家来三交杯一下吼。应该说本周的8号是父亲节哦，祝福所有的爸爸父亲节快乐，会使健康平安甲快乐。第二是礼拜以后要伫4楼要召开中职甲各团体的辅导甲同工的讨论会吼，请大家有要参加的要准时来参加。过来看具体的交通和大道的事项。咱有3点会使台岛哦。第一点是欧兰亭长老甲林静慧姊妹两个人要伫8月初10要去瑞典探望那个任翔啦。咱甲台岛，希望伊路途一切平安。第二是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姊甲照顾伊的亲人来台岛，求上帝会使互因行过这艰难的时刻。第三点，为着吴景昌规家甲潘贵珠因规家的身体健康甲心灵会使茁壮来台岛。请大家为着遮个代志请起立来为因来台岛。请咱来三角来吟诗，信诗第400首，
信息第400首，因需要请林牧师来替咱来教导。即时，当愿请耶稣基督来到伫咱大家的中间，愿意用伊的面的光来照你，用伊的听甲你三甲伫地，时时刻刻甲大家三甲伫地，保守恁对永远得到平安，对即时刻得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袂倒闭会。大家来行平安礼，请头前后壁的会友来请安，也为着我们的新来宾张玉珍姐妹大家来家请安。